兄弟姊妹平安，咱备办先开始今仔日的主日礼拜。是啊，你的看牙伫倒落？是啊，你的厉害伫倒落？死的厉害就是罪，罪的权势是律法。总是感谢上帝，伊互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看牙。来念圣诗572首。心目五主坚固，心目五主坚固，请起立。我记得最。
咱犹原徛咧，用主所加持咱的主祷文，同心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不抵触阮的地气，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犹原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继续，启文34篇，启文34篇也是诗篇146篇。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的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毋通我靠君王，毋通我靠会死的人，因袂当帮赞。因一个断气就归土，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毋忘。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冤屈的人心冤，伊使食物互夭饿的人。上主讨放受关家的人，上主互亡人为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为永远做王，锡安啊，你的上帝为代代做王。这声着称赞上主，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全权能的上帝。阮感谢因，因为你是阮到什么所在甲快乐，也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当阮看见最近台湾受到疫情的威胁甲变化，就那亲像地变迁、山摇动、水化好一样。但是阮知，山虽然因为海涨摇晃。阮也毋惊，因为我确信万军的耶和华要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要成做阮的高台，阮的心有平安。亲爱的主，这几日当以色列抗旱的时，你借着以利亚的祈祷，予水降落。阮也感谢你，这几日降落雨水。来，互台湾的欠水的危机来得到帮助。主啊，阮看到当以利亚祈祷的时，伊有看见有云对海里起来，细细亲像人的手一样啊！这细细的云嘛，亲像台湾共款。当阮看到这细细的云，你互遮的拢变成及时的雨，你互切切祈求，却无容易得到的这个疫苗。
突然间得到日本的关注。阮感谢你是人民主爱的主，为着阮陪伴万有。这个疫情的中间，主阮只有伫这个黑暗的内底迫切来祈祷、来听候。求你发命令，紧紧命令，互即场的瘟疫得到控制、甲消失、甲平煞。真正的救恩来赐予台湾即块你所宝贝的土地。主耶稣，苗栗新竹前几日也发生电子厂爆发大规模的群聚感染。阮恳求你，伸出你大开力的双手，来防堵这个疫情，无过来继续来扩散。求主人民保守台湾的产业，停止这个疫情，互台湾的经济用来受到保护，互产业无得甲受到损失。求主赐下你的医治甲保守。阮也要特别为着教会的主日伫今仔日下早开始，阮有线上的即个聚会，恳求你借着遮的科技互逐所在教会的遮的幼儿用伫你的内底来相甲来敬拜你，来伫遮来受着宗教的教育。阮也要为着阮创世纪的灵修，阮知阮无够业，恳求主继续来引带，互即个灵修用带互一个人伫即个疫情的中间，赐因平安，用个感受到主耶稣要来带因未来的路站。阮也要为着阮的肢体软弱的、有失失的。主，阮拢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恳求，阮特别要为着李品度教授的安息礼拜伫求你来引带，特别伫即个疫情的期间，恳求你，互所有的壮礼拢会用顺遂，也恳求你的圣神来安慰因。阮也特别要为着刺激主者的中风来带伊，恳求主来医治。互伊用紧紧来复原，阮为着阮所有的肢体来摆列伫你的面前，愿阮的祈祷得到你的感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要来赞美，请献歌对耶稣是我所有一切。
来检查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13节甲35节。路加福音24章13节甲35节，伫汉语本的圣经102页。13节，上迄日，学生中有2人去一个乡舍，名以马五，离耶路撒冷25里。因三甲谈论所经过隆重的事。因在谈论三问的时，耶稣本身近我，甲因三甲行。因2人迷目，直甲未认得伊。伊就对因讲：“恁行的时，三甲辩论的是甚物话？”因就徛地面带忧容。其中一个名革流巴因伊讲：“你兼单身出外伫耶路撒冷，也毋知近日伫遐所经过的事吗？”伊甲因讲：“啥物事啊？”因甲伊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伊是先知人，伫上帝甲众百姓的面前所讲所行有关联。”第20节。也遐个祭司头甲咱的士大，加送伊去定死罪，定伊伫十字架。若是阮平素第5万伊，就是迄个要赎回以色列的。毋但安尼，高遮的事情已经3日啦。搁阮中间几内个妇人人，互阮真戆影，因为因拍蒲光到梦里。无看见伊的生死，就来讲，因有看见天使出现，讲伊过活啦。阮中间几个人到梦里，果然看见照妇人人所讲的，总是无看见伊。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的话，恁的心怎样遐恶信啊？”基督受遮的艰苦，来入伊的荣光，兼无应该吗？来对摩西甲众先知起，既然圣经中所指伊的，拢甲伊过明。将军所去的乡舍，耶稣亲像要行较远，2人强留伊讲：“请甲阮住，时已经暗，日要落啦。”伊就入去。要甲因住。第30节，三甲坐倒的时，耶稣摕饼祝谢，爬来互因。因的目睭开，就认得伊，连边无过看见。因就三甲讲：“老李，伊甲咱讲话开拆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热嘛？”就及时起身，倒去耶路撒冷。拄11个学生甲当地的人聚集，得讲主果然过活，也出现互西门看见。因2人也讲起伫路里所拄着的事，甲伫掰饼的时，因怎样认得伊？讲到咱请张牧师，伊今日要讲题是断肠人在天涯。今日希望大家平安。嗰一届，咱伫即个疫情3级的中间，咱伫这第4个礼拜日，咱需要伫咱大人家己的厝，伫遐来敬拜，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至圣的爸，阮的上帝，愿即时伫你的圣殿咧敬拜。总是咱即届的疫情，互阮更较体会圣殿。所指的，毋是干那阮所起即间水的拜堂，圣殿在伫阮逐人的心上，伫阮逐人的心中。求你即时圣别阮所徛起，阮即时咧看直播礼拜，不管是伫客厅、伫餐厅，就互迄个所在分别做圣。愿众人要伫你的面前献芳芳的祭。来敬拜，来领受祝福，
来领受上帝你的家事。恳求你用圣神掌管阮正人的心，互阮诚实心灵的敬拜，得到上帝你的悦纳。主耶稣，你是阮至好的平安朋友，万项事阮拢会通对你讨。阮无想到，今仔日台湾会致到确诊的人超过万人，为着安尼丧失性命的也是遐尼多。这阮想象袂到，以前阮认为，阮会通维持真好的成绩，直到这个病毒过去。但这个时阵，阮也袂当看见疫情趋缓迄种的倾向。恳求主你帮助，互阮指挥中心、互政府决策的人，也是甲外界、甲国外咧结合买疫苗的人。上帝，你特别施恩，会通真紧帮助，互规个阮的百姓、阮的同胞，会通伫即个疫情用疫苗来拍赢即场的战争。阮中间有真侪年长的，阮大概需要出外时，心内拢会惊吓，求你来保守阮，有智慧通来保守阮家己。也阮搁一届来学习。当主你过活了后，交代学生讲，毋通离开着听候。今仔日，阮逐人伫阮家己的厝，嘛要安尼。阮尽量无要离开阮家己徛起的所在。听候，毋是干那听候灾难过去，搁较是听候这段时间，阮甲上帝圣神有搁较深的结连，互阮会通知影安那面对孤独的家己。保守甲囝儿三甲做伙的时间，也会通搁一届来思考阮伫疫情了后，阮要安怎来经营甲上帝你的关系。今仔日恳求你通过国外了后，去以马五这两个学生，因的转变，因的经历，诚做阮今仔日行天国道路好的帮助。感谢你听阮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妹，第一下我头先咧想讲即个张牧师毋知要哪读断肠啦吼？断肠到底是甚物意思？台湾话大概无即种字啦吼。断肠人在天涯，断肠意思就是咧描写人心内迄种的艰苦、痛苦，肠拢长去共一样，非常的少年。这个华语汉文的文化内底，这个断肠是为这古早这诗人内底所提出来。不管是曹丕，还是李白，还是这个苏轼，拢捌用断肠来描写迄种人心内的痛苦，迄种心内的悲伤。我伫咧想讲，若安尼台湾话敢有类似的话吼，去描写一个伤心，也是心肝真艰苦的人。我想来想去，检查干那即句话吼，以前咱有一句俗语安尼讲，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圆。台湾人的迄个伤心，毋是讲长去，是心肝结归圆。当时咱祖先要过乌水沟的时，当时有一句话讲，10个去啦吼，3个老，6个死，一个翻头。意思是讲，差不多3成的人才会通成功移民来到台湾。咱拢是这勇敢的移民者的这个后代。所以当时伫闽南伫广东遐要过来台湾的时，登山过台湾，真正心肝大家拢结归圆，毋知将来有机会见面袂，会成功袂？断肠的意思就是心内艰苦、看如烦恼的意思。其实我会用这个圣经，实在是2、3个月前，我都有注意到6月初6，今仔日拄好礼拜日。礼拜日6月初6，拄好马上想到一出电影，叫做《6月6日断肠时》。真少年的时阵捌看过这出电影。1956年6月6日断肠时，为什么6月初6是互人感觉艰苦心的事？
电影咧讲的就是在指盟军登陆诺曼底，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反转的一天。迄天有300万的即个盟军通过英吉利海峡，伫法国的诺曼底登陆，然后开始一直拍，一直推进去到柏林。迄叫做D-Day吼。有真侪遮电影拢用即天来拍吼。抑个有一出电影叫《最长的一日》，上长的一天。像较近的就是抢救雷恩大兵，拢是用即个6月初6迄天发生的事迄个战术咧描写。我就想讲，咱今仔日6月初6咱昨有接到日本的124万的即个疫苗即摆美国讲有要帮助咱。咱毋茫6月初6是一个反转，咱会通刣赢病毒即个会开始啦吼，这是一种的毋茫，一种的祈祷。到底6月初6为什么会真艰苦心？即天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有真侪当时遮的兵因知影这是可能是生命中最后一天因为要登陆作战毋是遐简单。人类历史将来毋捌有遐尼侪通过用海运去登陆去抢滩去攻到德国即天全变做诚侪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扭转战局的一天我咧想，迄天遐兵要登陆以前是到底什么心情？因到底面对什么款的危险？因的毋茫伫倒位？检采耶路撒冷的遮的温度，耶稣上亲近遮的温度，因为拜五耶稣受难到国外驻国外即天，迄个礼拜日检采对因来讲是一个最长的一日足特殊的一个日子。遮的温度，事实上咱会通想象因。为拜4五因心肝都结归完因为足侪无法度人了解。几工前，一礼拜前，遮百姓才举棕树枝，敢若咧欢迎君王，欢迎耶稣甲阮即群人来入耶路撒冷。为什么敢若3、4工了后，规个拢变化嘅？毋若将耶稣家定罪定死。今仔日甚至阮遮的军队耶稣为加利利来，也是伊较亲近遮学生，今仔煞变做阮来担心阮家己的性命。我毋知即2个学生伊走去以马忤是要逃命，还是要办什么代志？总是心内非常的艰苦搁较互因感觉有一个消息，因无法度通去处理，就是为什么咱中间有妇人人咧讲伊过到底这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所以主要所国外为透早天铺光，遐妇女人看见了，报学生到伫因即时要去以马忤，这个是不止长的一天。断肠人在天涯，事实上是对一首古早的诗词所提落来这个诗词叫做《秋思》咱以前。读册时阵，检采咱逐个人拢捌读过这个词这个词真好背印象真深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特别是后壁这几句，我感觉这个马致远伊真后用真短的话来铺陈一个情境，互咱会感受到一个迄藤孤搭去可能破伫老树的悬顶，有一只乌伫迄个所在咧叫，伫远看见有小桥，有流水，有人家。我即摆行即条古早的道路，无啥其他的人，西风吹来，一只闪闪的马陪伴我。看头前日头伫要落山，我是一个孤单的旅人，我敢若是个断肠人、伤心的人，我有足多心事，我伫这个天涯咧流浪。这个
马志远这首诗，前3句就将9种无共款的景物，古藤老树分野，甲甲集中起来啊，互咱感觉有一个画面伫遐。然后照着最后这2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来，你描写迄种出外人迄种对故乡，也是对一寡代志的想法真肃穆迄种的景象出来，这个哀愁的意义。我咧读路加24章，嘛有感觉路加嘛有描写出迄种的情境出来。这2学生要去以马忤，这个是画家所画以马忤路上3个人。你注意看，是有2个真明显，这2个学生，其中一个叫革流巴，一个毋知叫啥物名。然后一个安尼模糊，安尼敢若有敢若无的影子迄个是耶稣来甲因相同行。这2个旅人，这2个要去以马忤路上的。圣经讲因面带忧愁，面带忧愁。我咧甲趣味咧甲推算推算。圣经甲咱讲，以马忤离耶路撒冷25里，25里用今仔日咱看就是11公里啦，11公里7 mile 7 mile 远。一般卖行真紧，速度差不多需要2点半钟到3点钟的时间。为耶路撒冷离开去到以马忤行3点钟。圣经甲咱讲，因甲耶稣特别到迄个以马忤的时阵，时已经暗，日头特别落山，所以已经到黄昏啦。所以我咧甲推算讲，大概这2个学生伫迄个下晡，自过话迄下晡的3点、2点、3点、4点左右，因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所以因行2、3点钟，特别往以马忤的时阵，日头拄特别落山，已经暗啊。我甲大家分享2年前，我对这段圣经特别深的感受。2年前的4月初8，伫洛杉矶一个城市叫阿卡迪亚，阿卡迪亚是一个足好的城市，足好的区，房价不止贵，花莲真多。迄天的报纸，几天了有一个报纸写讲，迄天有一个80几岁台湾的富人人。去互拍死伫伊的后壁野。本来我是毋知影即个消息，敢若感觉讲治安遐好的所在，即摆美国治安也接歹安尼。后来陆续一寡消息来，才知影讲，伊是我所熟悉的人的亲人。所以有受托伫即个伊的葬式的时阵去参加即个富人人伊的葬式。Rose Hill 是洛杉矶一个真大的梦园。迄个时阵拄伫要活国外节。我伫迄个所在参加迄个葬式的时阵，感受到心内遮个人，包括伊的亲人，一群人心内咧问上帝讲：为什么？为什么即个人，即个富人人会拄到即种遮悲惨的事？有真侪惊吓、忧伤，非常的受气，失望、怀疑。原来对一个差不多80几岁的富人人，无啥物气力，改处伊的性命的方法，佫非常的伤残，用真侪伤气。所以，这亲人朋友，阮参加的人，心内感觉真艰苦心，感觉。到底当时也咧掠香手，钓香手到底是甚物？将来变做甚物款的迄落？总是经过1、2年了，我感觉是伫上帝伫死荫的所在，也互咱会通来见证主的恩典。后来报纸因为是华人的社区，所以报纸就定定来就刊有一寡记者去访问，就讲这个富人人实在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真敬畏上帝，厝边隔壁逐个人学乐，伫迄个所在，伊今仔日拄着即个不幸的代志，
实际上，伊是一个真好的动机。伊讲我的厝不止大间，我还阁有一块土地，所以有一个心，我要起一个 guest house 人客房。伊知影有足侪只海外的宣教师，等于美国的时阵无所在通住，我要去来起一间即个客房，会通互只要来倒来休假、退休佚佗，即个宣教师会通有一个所在通来住。所以请一个即个工人即墨西哥的工人，迄个工人伫遐做工的中间发现，即个福音人家己大尔。可能是要偷摕物件，暗时要去偷摕物件，去互发现，所以说变做为偷变抢，抢变刣，甲刣死伫后壁，顺续甲伊的车，甲伊驶走去。后来警察是通过找到即个车，才找到迄个凶手，一个少年的墨西哥的工人。阮伫遐咧参加即个葬式的时阵，感觉。上帝遮尔好的人，你会拄到即个代志。咱传统讲好人应该有好报，嘛应该有好死。为什么有即种遮尔大的反差？我咧想象伫迄个国外即个时阵，当时遐个学生大概嘛是即种的心。耶稣，阮第3年，阮真清楚即个人，伊遮尔好的一个伊讲话有能力大家以爱的人，为什么上帝你互伊用遮尔残忍的方式，互伊死伫十字架顶？毋那安尼，今仔日毋是干那无了解上帝的计划，更较重要是，今仔日阮也受到牵连。阮这个较亲近的人，对耶稣的人，伫即个耶路撒冷的气氛是，因咧找耶稣的同伴的学生。所以，虽然咱毋知即两个为什么要去到伊玛我，总是是毋是因感觉讲，阮先离开即个所在可能较稳，阮较袂去受到牵连。所以我会通想象，迄天下晡，因两个心境，即两个革流巴甲迄个学生，因伫迄个所在咧谈论的讲话，甲耶稣的讲话，咱会通知影因对耶稣的了解。伊是一个先知人，伊伫上帝百姓面前行遮侪好事，遮侪神力，所讲所行拢有迄个关联。几工前，一礼拜前，百姓嘛安尼热情来甲拥戴、拥护。为什么人的心变遐紧？今仔日即个耶稣立声，耶稣无照耶路撒冷百姓的愿望来兴起大笔的王朝，来带领阮推翻罗马的政权。为着安尼，因本来用带煞变做要互伊死，权力的斗争也是共款。耶稣实际上并无威胁到这祭司头、这民间的这长辈，敢若一个嫉妒，敢若一个感觉讲百姓的心拢归于伊，就想尽办法要甲伊除掉。这种对人的心的错愕，迄种的痛心。会通想象，即两个学生因心内会受气，毋那敢若受气尔，因感觉因的愿望嘛已经无啊。阮第3年事实上是愿望伊会赎回以色列，伊会带领阮脱离罗马来独立建国，互阮会通恢复大笔的王朝。阮期待伊诚做阮政治的比赛啊，但即摆已经受定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即两个学生不管伫因私人第几年。甲伊建立的关系，也是讲伊对国家的愿望，将愿望寄托伫耶稣的身上，拢互伊感觉即摆死，逐项代志都免讲啊，非常的失望，惊遐受气失望，无了解伫因的心头。毋那安尼，互因更较惊的就是，竟然人讲耶稣国王，伊讲阮中间几个福音人，相信即两个也认捌遐个军队耶稣遐个福音人，互阮真。惊讶、愕然，互阮真袂了解。因今仔日透早，可能6、7点吧，因去到耶稣的墓，要去找，无看见信息，讲因看见天使，天使甲因讲伊告我。当然，这其他学生毋相信，阮中间就有几个人，为着安尼走到墓去，
因果然找无耶稣的信息，照福音人所讲，总是因无看到国外耶稣啊，因无看到主啊。时间敢若下晝尔，下晝6、7點，阮即馬可能3點、2點，啊，這個代志發生，阮有限的頭腦，阮無法度通了解。因講夢是空的，天使講伊是國外，總是阮其他一寡遮的學生去看，敢若講，夢空的是真的，總是國外到底有可能無？啊，到底若無屍體？伊是互偷摕去，是体互偷去互刷去别位有政治阴谋，还是真正像福音人讲伊个啊？这代志吼，互因的心结归完，互因毋知要安怎来面对这个消息。伫因咧讲这个话，伫因咧甲耶稣讲这个代志的时阵，耶稣出现来甲因行。所以这个时阵，因拢无，这两个拢毋知影，这个是国外的主。一个叫激流巴，一个是圣经无写什么人。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一开始这个国外主瓦滚伊的是伊无先甲伊表明讲啊，我就是恁咧讲，下早遐福音人证明讲我国外，我即马出现互恁看，伊无表明伊的身份。讲啊，互咱读圣经的时阵讲啊，这两个学生因也无认出啊，这个耶稣啊。当然有真侪咱无了解的答案，然后我捌看过一个答案讲，啊，这两人是为耶路撒冷要去以马忤，迄是午西咧行，啊，下晡2、3點太阳会光。我想解说这是无讲真有意思啦吼。啊，嘛有人认为讲，可能耶稣过完了，伊的外貌甲伊原来的款式，可能小可已经无相像，至到这两个学生认袂出伊。我想咱也无需要去了解，去找这个答案。总是其中有真深的意义，会通互咱今仔日来学习。就是，耶稣敢是你所捌的耶稣？我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是毋是限？我对耶稣的期待，是毋是限制我对耶稣基督的了解？耶稣听咱你讲了，甲因责备讲恁是无知的人，恁到照恁家己的心愿咧认捌我，先帝所讲一切话，恁心内怎样遐尼恶心啊？我的问题就是，你甲我咱是毋是定定照咱家己所爱去塑造一个基督的款式，一厢情愿？啊，耶稣基督应该就是带咱来脱离罗马迄个有关联的一个政治领袖，敢毋是？真个学生检查因是安尼咧想的，所以无符合即种的形象的耶稣，我都毋捌伊啊，我都毋知影。今仔咱做21世纪的基督徒，咱对主、咱对上帝拢有咱的期待，咱拢一厢情愿讲啊，耶稣你应该就是安尼嘛。我破病，你应该就是爱来甲我医治嘛，你应该就是爱做这项代志，爱照我所期待嘛。咱照咱家己的期待，咱所爱来塑造上帝，来塑造咱所信的基督，这容易带来咱看袂清楚上帝真的样子。咱家己咧做上帝，咱家己咧塑造耶稣的形象。咱对基督的信仰、对上帝信仰错误的期待，你就看袂清楚上帝真相、耶稣的真相。所以，咱爱求就是毋望咱无犯着这两个学生的错误，互我有一粒较宽阔，会愿意调整我家己主观的意识。我随时保持我会通甲上帝来对话，我会通甲用通过圣经甲上帝对话，甲人伫讲道的中间，其他兄弟姊妹因对上帝的认捌来调整我对上帝的了解，对基督的了解。安尼才好多人找到真理，若无咱就是亲像耶稣讲的，就是咱是这恶得神的人，是这愚妄无知的人。当然，我相信咱嘛会通借着今仔日上帝互咱拄着这疫情的代志，咱人生逐工有无共款的经历，拄着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想法，随时咧调整，随时咧做新的反省。最后说，你伫这个时阵，你要对我讲什么话？啊，我爱学习着什么款的功课？所以，咱需要用新的眼光来读圣经。所以，耶稣伫遐要调整这两个学生对于错误的了解。
伊第一句话就甲讲，基督爱受艰苦，弥赛亚爱受艰苦。弥赛亚毋是军事领袖，毋是政治领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伊受这艰苦了后，才会通入伊的荣光，才会通救赎世间人。这个是应该行，这是上帝计划。所以，就对摩西、对旧约先知，一切对基督的预言来指明。这个讲，今仔应验伫我的心上，来对因讲清楚。所以，伫1、2点钟的中间，主要所甲因上一段浓缩圣经的课程啦。为摩西先知安那预言，这个弥赛亚都爱受苦，特别是以赛亚53章受苦的路谱。伊讲上帝早伫旧约已经预言啊，恁无看见，恁心信了伤迟钝啊，恁伫主观排斥，所以恁袂认得迄个弥赛亚，恁无法度接受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兄弟姊妹，咱真侪是有圣经常识，总是无信心，也咱家己限制咱家己对上帝了解。我知影真侪人对耶稣伊的教示伊各方面会当接受，总是袂当接受伊行善了，甚至袂当接受伊对死人中告我，袂当接受伊是在世罗马伊来出世。所以用各种努力，想要来解说、解合理化，我会通接受。对主来讲，这个是无知啦，无知甲愚妄。主要所称呼这种的基督徒讲是无知佮恶信，是毋是？我是一个无知佮恶信的人，若无符合我对基督的了解，这个就我都袂认得伊。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定定敢若有灾难，总是无信心？咱是毋是需要搁较对上帝有搁较深的信心？正如伊迄个希伯来11章所讲，爱有信，才会互上帝欢喜。信伊对死人中告啊，信伊救赎的恩典，信伊要互咱永远的活命。这两个学生伫耶稣离开了后，因开始回想这2、3点钟圣经的课程，伊甲咱讲话的时阵，开拆圣经，咱的心做一个清楚起来，做一个知影起来，心内非常的火热。因若无安尼来解说，无甲咱讲，咱今日还佫戆戆。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来学习圣经，咱爱来读圣经、开拆圣经，听主甲咱讲话。所以需要个人灵修，嘛需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敬拜、查经、祈祷。咱教会5月17开始有创世纪读经、默想，请你来参加。上帝要通过创世纪对你讲话。咱这有心的、有志的兄弟，伊甲咱整理一寡，迄是做咱的参考。咱会通过这个伊所提供的资料来默想，咱嘛会通照咱家己本身来默想，这是圣经的话语。培养对上帝话语迄种的觉悟知影讲，今日我先开圣经，我就是咧听上帝咧对我讲话，互我的心会通火热出来。最后，咱会通看见，当主耶稣甲因做伙伫要行到以马忤的时阵，圣经讲耶稣亲像要行较远，伊要继续，虽然天暗伊要继续行。即个2个人就伫遐强留来讲，请甲阮住，请甲阮住。因为时已经暗，日头要落山，耶稣伫因的邀请下面，才入去甲因三角大。咱的主是一个尊重咱自由意志的主，你无邀请，伊袂来参与伫你的性命的中间；你无邀请伊，伊袂伫你的家庭内底做主，伊要过而不停，继续往前行。特别对阮这个年纪已经较大的，即句话真深，时已经暗啊，日要落山。咱拢伫人生的这个日要落山的时阵，时间甲机会毋是永远互咱的。咱最近看见这确诊的30岁、40岁，为确诊甲死亡6天、7天、3天，是啦，时间毋是永远伫咱遮。你要邀请伊甲我大，甲我同道也无。到最后所干做伙大伫遐暗顿的时阵，伊这两个学生才忽然间。这个就是国外的主，因才认出耶稣出来。
我想这个是耶稣的招牌动作啦，吼，伊摕饼祝谢伯来分互因。伫五块饼两尾鱼的神的时阵，耶稣嘛做这个动作，摕饼祝福伯来分互众人。伫最后晚餐的时阵，伊做这个动作，这个学生嘛拢也毋知影迄个意义，后来才知影。耶稣这个动作是提醒咱，这个是恩典的记号。伊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伊是咱活命美牛的。灵性活命的美牛，是上帝通过伊来拯救救赎咱的，身躯为着咱拍破。所以咱逐摆咧领受圣餐的时阵，毋茫咱毋是刚看见这个动作，伫看见这个动作背后认出主为着我来牺牲。这是意大利画家伫16世纪的时阵所画恩典的记号伫以马五耶稣八饼，即个学生才认出伊一个真水的道。最后，咱来讲成长的。伫以马五路上，即两学生，我想对我个人来讲，有学习到几个功课。第一，人生的路，特别是艰难的时刻，咱需要有同行天路的同伴，会通甲咱做伙伫遐讨论，做伙伫遐来祈祷，做伙伫遐来扶持，互相来鼓励。南门教会就是上帝为着你安排行天路的同伴。伫即个艰难的时刻，毋茫咱较有联络的。敲电话，互你熟悉你较亲的兄弟，甲伊做伙伫迄个所在来祈祷。有真侪代志咱无了解，总是咱做伙伫遐来同行，做伙伫遐来勉励。第二就是我需要定定来调整我对基督的了解，毋是讲我的捌就是安尼。耶稣基督干那即种款式，无其他阻碍我对上帝、对基督、对信仰全面性的了解，定定来思考。迄个观念，别人安尼讲的时阵有道理无？我会通接受袂？伫遐来扩阔咱对真理的了解。第三，就大家领受圣餐的时阵，我会受提醒，已经为着我完成这个救恩。有一天，我要伫天顶，最后讲，打以后我袂要甲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直到伫上帝的迄个宴席。有一天，我要参加伫迄个伫天顶耶稣八饼祝福来分互我迄种的宴席。所以，因马上行倒转去耶路撒冷。头先咱讲天已经暗，食饭饱了后，我相信已经真暗嘛。因伫迄个暗时，立刻即时起身，因要拼暗路，7点8点拼转去到耶路撒冷，要将因所领受的伫遐来甲人分享。我相信要倒转的路上，毋是断肠人在天来啊，毋是心碎啊，因已经甲迄个国外主相甲结的。充满喜乐，充满了愿望。主国外福音的消息，我会赶紧到其他我的同伴来分享。像姊妹，今仔日你也是行伫离开耶路撒冷，要去以马五，你行人生的道路，还是你已经起来，即时起身，倒转来主的面前，倒转来到耶路撒冷的路。我想伫最后，我甲咱大家伫这疫情，互我有真深的感受，就是。柯文哲即句话可能无毋对，伊无偌久以前讲，咱的防疫战争吼，咱拢一直防毒啦。伊讲无一场战争是干那靠防守，你莫甲我讲入来，安尼来得胜，你一定爱进攻。进攻就是咱需要疫苗，咱有需要的免疫力。我相信罪甲病毒共款，即个罪咱逐个人拢有，伫咱周围，咱家己心内嘛有。上恐怖就甲武汉病毒同。世间无人对罪有免疫力，咱需要疫苗。旧约的时阵是用围堵，用咱早前台湾的方式，甲伊阻绝在境外要入来各方面我甲围堵，要来防治，总是徒劳无功。咱需要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疫苗，对罪的免疫力。虽然我会犯罪，总是我有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疫苗伫我的心内。所以虽然为是人生道路还佫有惊吓伤心，总是咱有真深的愿望。以马五人生是咧讲啥？这段断肠人在天来是互咱知影，人生亲像摩西讲的，是充满劳苦甲忧愁人生的道路。是一抓人生定定互咱失望，希望会破灭。这两个学生对耶稣有期待，伊嘛感受到希望破灭。人生的道路嘛真惊讲我会遭遇到车祸了、破病啦，还是
会去感染到病毒未？互咱感觉真惊吓的道路。人生的道路，你会怀疑上帝公义，为什么互即个代志发生伫遐尼好的人的身上？为什么我会拄着遮个代志？你会怀疑上帝公义何在即个道路？总是有主来瓦滚咱。你是毋是意识到主甲咱的亲近？是毋是愿意伫迄个所在来听伊甲咱讲，伊对咱人生的计划，伊对咱每一人的照顾？咱是毋是亲像即两个学生，主啊，你教我大，若无你教我三行，我是伫即个悲哀的道路悬顶，人生痛苦的道路悬顶，家己咧行俩，请你来教我三档行。咱今日用即个金句来领受上帝予咱的祝福，伫即个惊吓的时刻。以赛亚41章第10节，伊安尼讲：你无得惊吓，因为我甲你三甲伫地。无得论的，论的意思就是害怕啦，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要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来扶持你。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主耶稣要甲咱行以马忤的道路，三个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予咱通过以马忤这两学生，因的经验，因心内的转变，搁一个来体会。阮人生的道路嘛，需要有上帝、有主耶稣基督，你会三档行。主啊，请你甲阮大，请你建立伫阮的心内，伫即个惊吓的时刻，互阮看见愿望，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来念圣诗522首，咱行世间的路，请起立。
请坐。咱即时来奉献，关于着奉献，伫咱停止实体礼拜即中间咱特别伫奉献的时阵，咱用来准备一个信封当礼拜的定时甲奉献的时阵，咱将咱奉献的金钱来放伫信封的内底。咱用来交互办公室吼，咱若伫主日中昼现金的奉献，咱收到12:30吼，12点半进前咱来交互办公室。若无咱会用采取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咱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将咱的奉献存入去咱教会的户头吼。汇款的资料第一银行南门分行吼，咱的户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咱的账号是17210108282哦，17210108282。这汇款了后，咱来个打电话来甲咱的思涵干事来确认吼。关于到咱的这个奉献定周报精神的时间，咱的现金的奉献伫主日咱收到12点半来截止。若无咱就是用银行汇款，银行汇款吼，咱收到礼拜五下晡3点半，银行关销为止。伫这中间期间，咱所收到的奉献，咱用牵伫这个澳洲的周报吼，澳洲的周报，咱用伫遐来看。接下来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伫疫情的期间吼，特别是即阵防疫的即个等级已经第3级吼。6月14有足侪人讲可能会个往后延啦吼。所以伫即个疫情还未开放的时阵，咱拢用即个网络直播来做礼拜吼。请兄弟姊妹准时伫每周日伫8点半，咱的华语10点半有咱的台语的礼拜。第二，咱的儿童主日学对今仔日今仔日开始，咱用 Google Meet 伫线上，咱来做主日学的聚会吼。上课的时间是10点10点到10点20，10点到10点20吼。内容咱有台语的诗歌，安尼读圣经，有祈祷，欢迎咱的父母带咱的小朋友同齐来参加。另外伫每一礼拜六下早11点，咱主日学的老师有线上祷告会，嘛请老师用半时间来参加。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吼，咱伫5月17开始吼，到牧师有讲，咱伫5月17开始咱有创世纪的灵修吼，透过咱的教会官方的LINE的群组，咱已经甲逐工，咱有甲创世纪查经的遮个密相，甲遮祈祷的事项吼，透过即个官方的群组，拢甲发送出去。若还未参加即个南门教会LINE的官方的群组的兄弟吼，请紧来参加吼，请来参加，照着遮个灵修互咱的灵命会用得到造就吼。接受我来放影片吼，咱伫即中间吼，毋是讲咱成人，咱有即个灵修吼，特别伫主日学吼，主日学遮的小朋友吼，咱逐工咱嘛是有资料互因吼，互因共款读即个创世纪的即个即个进度吼，所以足感动的，就是遮的即个小朋友，逐工拢有甲因灵修的即个根据，甲因对上帝的祈祷。拢甲写起来，因的灵修笔记，咱要来放这段，就是遮的小朋友所写的灵修的笔记。
好，以上是咱主日学的小朋友吼，因每一天照着这创世纪来灵修因的灵修的笔记吼。所以咱来也未加入咱这个灵修的这个行列的兄弟姊妹，咱唔通输家的小朋友吼，咱紧紧来加入这个灵修的这个行列内底。好，再来咱具体的消息李品度教授个别礼拜定伫6月12上午9点半伫二滨来举行，了后伊伫遐来火化，要葬伫平安园。因为咱疫情3级防疫的期间所以咱的无开放公祭，所以这边的个别礼拜家族甲张牧师、牧师娘来参加，咱特别伫这个艰难的时刻为着葬礼一切顺遂，求上帝的神亲自来安慰伊的家族。再来，咱市局主旨伫6月7日因为中风来住院即阵身体已经有较好煞来伫即个普通病房，咱嘛为着伊的即个复原甲康复来祈祷。伫即个疫情的期间兄弟若有情况爱甲咱的教会来保持联络互咱伫咱的集体内底，咱的彼此来代祷，彼此来扶持。再来代祷事项，第一，咱台湾需要的即个疫苗的全面施打，咱才有法度来脱离即个肺炎的即个危险且为着台湾的百姓用团结来争取政府的即个护援，咱用紧紧来得到教育的即个疫苗来祈祷。第二，因为疫情影响真济咱要动手术、要治疗，还是要检查身体的这兄弟姊妹，咱特别为着因来祈祷互因的病情无因为安尼来得到延前互即个期间互因拢用得到上帝上好的照顾。第三，咱来为着即波的疫情影响到咱台湾的真济的企业家庭甲个人甚至咱真济弱小的教会嘛，因为安尼受到真大的即个冲击。咱来为着遮的教会、遮的企业、遮的家庭、来个人来祈祷。老师有要补充无？无。好，咱来念落尾诗346首。346首，咱要来念第1节、第5节、甲第6节，咱请起立。我若行到主那我用小小的安念，你无路就大更叫我带到有个作见，我今所爱我上最挂。不管你是什么，在我完全对心称算，只有爱敬拜你。第6节，我但那行到主那我心心边境安宁。跟最前传我的高有高走前，阿门。作为领受上帝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医治引带祝福。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请坐，密道散会。陈哥，坤你多谢您哈。